第三位姓氏是姓氏386首。好。练习到遮，请有带手机关机也是关做震动。
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。当对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，伊一真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。咱三个来念圣诗272首。我爱上帝圣殿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主教是咱的主保文来祈祷。我一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光明到，你的旨意即成。你带领亲像一天灵，阮的历史行咧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带阮入敌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交读上帝话，启文第69篇，罗马书第10篇，启文69篇。恁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。因为人心信，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求叫伊的人。毋久，因着往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着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伊的脚力偌尼啊水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！啥物人信我所传的信息？
不过我要问，因敢真正阁毋捌听到？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播全地。让三家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愿全心感谢你。我的上帝，你赏赐阮一地面上的一切广信满足阮的心愿。阮感谢你的信手扶持，眷顾阮每一日的生活，互阮一日即个复杂、充满挑战、刺激的生活中，讲会当顺利、平安，阮为伫心底来献上感恩。虽然是安尼，阮还阁有济毋望甲要求。这毋望甲要求，常常互阮跋落一自高、骄傲，也不时有忧愁甲怨叹。我的上帝啊，阮实在袂当存做你的好囝儿，因为阮有算袂了的辜负。加在你有找救主耶稣伫阮的中间，用伊本身来赎回全人类的性命，互阮搁再看见光明，搁再找到生命的毋望。所以，阮一遍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清起阮的念头，赏赐阮有换生正直的心，互阮为你所予阮的话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。我要将今日的敬拜甲服侍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欢喜感纳阮的感谢甲认罪。伫这个时阵，求你搁再一遍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。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，讲是为你遐来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，互阮所做一切讲会当行通顺利，来得到平安甲喜乐，来荣耀你的性命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站要请上好团契，因今要念的诗，一你的信手中带路。咱三个来听上帝话，记载自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6节到14节。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。
上主要用光雷亚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要找我去伯特利，你着留一只。以利沙讲：我指永远的上主，甲你的性命救绝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人就做伙落去伯特利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要找我去约旦河，你着留一只。以利沙讲：我指永远的上主，甲你的性命救绝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人就做伙去。有60个先知的学生对因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，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。以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河水，水就分双平。因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了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你着甲我讲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予我。以利亚讲：你所求的真困难，不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到我，就会得到；若无，就得袂到。因哪行哪讲的时，忽然有火箭车、火马将因两人隔开，以利亚就坐光雷亚风受接上天。以利沙看到，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以利沙无阁看到以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边。伊捡以利亚降落来的外衫，倒去徛伫约旦河边，摕迄领外衫拍河水，讲：上主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拍水了后，水就分两边，以利沙就过去。愿上帝的话祝福人。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徛伫传承的路口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愿你用你的神临在伫阮中间，帮助阮认捌你的话，也互阮知跟对你的话去行的人，通得到生命的福气。互阮踮伫人生中间，阮不断体会你一直咧带路，也互阮行你所应允的所在。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也这大平安。前2礼拜，因为我转去神学院参加神学院老师的退休讲文礼拜，踮伫2位老师咧分享因退休的感言的时阵吼，我才发现一件代志。通常会发现啥物？时间过了，哪会遮紧？才发现讲，时间真正过了，比咱所想的搁较紧足济。因为当看到老师徛伫遐开始咧讲因退休的感言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咧想，安尼我咧读册的时阵，因到底几岁啊？所以安尼算的，我咧读册的时阵，因不过50岁左右，所以到当65岁爱退休，开始咧不断数算过去捌发生过的代志，也开始准备要进入人生新的一个阶段。有当时啊，咱的生命嘛是共款，只有到伫某一个坎站听候到原来这是一个退休的礼拜，这是一个结束的时阵，咱才会开始去想讲过去到底咱捌经过什么代志。所以这个结束有当时啊是一个奥妙。伫结束了后，其实迄毋是真正的结束，迄个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。毋过，常常我定甲大家分享讲，咧比赛接力的时阵，上困难的拢伫对。要接力的时阵，上困难的一定是要接这个接力棒的时阵。咱会看到足侪摆踮伫比赛的中间，一个无接无好，落去就爱靠秒数，有诶。走无好势，伊就会开始输互别人。
所以咧接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迄是一个上界困难的功课，因为咱要怎样承接过去捌发生过的代志，迎一个新的未来咧。圣经中间这段记载是一个真特别，两个人咧传承的记录，有老师嘛有学生，因为因两个人的名拢足像吼，所以咱来确定一下，老师叫做啥物名？以利亚。学生叫做伊丽莎，所以两个人的名足像的，所以逐个人有当时一直讲的时阵会小可讲毋对。老师甲学生因咧传承，到迄日，咱毋知影为虾米，圣经就对咱讲啊，上帝要用光雷风接以利亚离开的时阵到啊。所以以利亚带着伊的学生以利莎，因准备要做一个交接。因要交接的所在，结果正做头一个因所行过的所在。踮伫遮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无？伫结果徛伫遮准备要出发的时阵，老师甲学生想着过去，这是以色列要进入应允土地的纪念，也是以色列踮伫遮进入君王的制度。所以，徛伫这个所在准备要出发的时阵，这个所在有伊特别的意义。老师对伊的学生讲：你留踮伫遮啦，上帝要吩咐我到后一个所在，伊要吩咐我到伯特利去啊。无想到讲，这个学生安怎讲？这个学生讲：喂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。我只因我的上帝甲你的性命救做，我一定救抓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哦，所以这个学生吼，看起来要毕业，阁无想要毕业。所以老师讲，你会当留伫遮。结果这个学生无要离开，因煞接对结果阁行去到伫伯特利，伯特利阁啥物所在啊？在。小想者踮伫旧约圣经捌发生过啥物代志？雅各踮伫民邦中间拄着上帝，所以伊宣告遐是上帝的殿。这是雅各的时阵。毋过踮伫伯特利也是以色列分裂的所在，所以踮伫遮因共款，阁行到伫遮，哪亲像这个老师甲学生咧上啥物课？一边咧上历史，搁一边咧上地理，哪行哪咧去想过去捌发生过啥物代志。同款，老师搁甲伊学生讲好，到遮你会当毕业啊。结果学生搁安怎讲？喂，我也无想要离开，我要延毕，要搁继续留伫遮。好，无法度，所以伊利亚搁继续带伊向前来行，即马搁行到伫底。后一个所在是亚利哥，亚利哥阁是啥物所在啊？踮伫亚利哥，因看到讲过去以色列民族踮伫遮团结，因对上帝有顺服。毋过踮伫亚利哥，因也看见以色列国王会污蔑上帝。一个所在，拢有迄个所在捌发生过的代志。最后，因来到伫约旦河。约旦河是一个边界，是一个准备要搬过去的所在。踮伫遮，因要见证神者。踮伫遮，也是老师甲学生真正要结束啊！这个旅程真正要结束啊！对过去一路安尼行过来，每一个所在有特别的恩典，有特别的祝福。毋过嘛，记录以色列人过去所犯过的错误，每一步是故事。但是每一步也是新的启示。这是老师对一个学生咧上历史的课程。其实对咱来讲，咱敢有定做一件代志吗？几年前我捌去到伫美国，带阮全家到伫美国去探访几间教会。到伫有一个时间点，拄啊好有一个休困的时间。我想的，我甲两个囡仔甲牧师娘讲，我踮伫神学院的时阵吼，捌去过一间教会实习。
迄间教会踮伫迄个 Michigan， 但是咱即马踮伫 New Jersey， 两个所在其实足远个啦。毋过我就甲因讲，但是我嘛毋知影后摆啥物时阵，咱全家会当来到美国，所以我想要带恁去看卖，到底伫迄年，我伫新行业时阵去遐实习，捌发生过啥物代志？为虾米我会感觉讲踮伫遐实习对我的生命影响足大个？所以就出发啦，开车开2工，一工至少开8点钟，全家安尼就一路开到伫Michigan， 去甲迄个牧师拜访，也甲伊分享。其实到我过一摆转去的时阵，已经差不多10几年啊。教会兄弟姊妹已经剩无济啊。教会兄弟姊妹其实已经愈来愈少，毋过牧师真热情，邀请几个会友，迄当时啊，捌甲我见过面，所有的人聚集踮伫遐做伙食饭。我就甲我的囡仔介绍讲，迄个暑假我踮伫遮，捌发生过啥物代志？遮的牧师安怎款待我？即个教会怎样帮助我、训练我，成做一个牧者？一路咧行的时阵，是地理课，毋过也是历史。历史其实就是安尼。有当时啊，咱台湾人对历史会感觉真头痛，因为学生足讨厌安怎背物件。咱有当时啊足讨厌，讲到历史，就是开始咧想讲我要背足侪项物件，考试拢足头痛。安怎背吼，拢感觉这个物件到底对我的人生有啥物意义无？所以其实毋是所有人真爱去了解历史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是因为咱认捌历史的方法有问题。当咱看到以利亚带以利沙一步一步咧行的时阵，其实伊咧甲伊讲，你看，踮伫遮捌经过啥物代志？踮伫遮，咱整个的国家，咱整个的民族捌发生过啥物？所以恁爱会记哩。后来开始咧服侍，踮伫教会咧牧会的时阵。新行业老师拢会提醒阮，恁一定要好好看教会捌发生过啥物代志。所以爱不断去研讲教会过去的历史、过去的社会记录、过去捌踮伫遮有拄着啥物代志。都安尼慢慢咧找一边认捌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咱会发现有小可无共款，就是遐的历史原本咱感觉是文字，但是渐渐。伊活伫咱的面前，这也就是当顶个月咱咧看迄个历史小组所做影片的时阵，每一个人会有无共款的感觉。这个感觉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个感觉叫做历史感。有历史感，咱才有法度继续向前行。有一句话讲甲真出名，讲吼，牛顿讲的。我会当看较远，是因为我徛伫啥物所在？我徛伫巨人的肩胛头。但是这句话本身无问题，有问题伫对。我能看得更远，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这句话无问题，通常有问题出伫对。咱感觉重点是巨人，还是肩胛头？重点是巨人还是肩膀？咱来小想一下。当逐摆咱讲即个话的时阵，有当时咱想过头，将焦点放伫迄个人，咱袂记讲是徛伫对，是徛伫伊的肩膀上，才会当看见搁较侪代志。所以当咱咧看巨人的时阵，咱就会将所有的焦点放伫即个个人足厉害，即个个人会当完成啥物好的成就，咱袂记哩讲伊会当徛伫。被告伫遮是累积所有捌发生过的代志，所以徛伫即个肩胛头的时阵，这是准备要交接的时，这是一个学习谦卑甲继续向前的时刻。以利亚甲以利沙咧做一件代志，以利亚知影伊要离开，
线接的任务要交予伊的学生，所以伊期待伊的学生是徛伫伊的肩胛头来看搁较远的所在。线接因点伫约旦河边啊，伊利亚安怎烫伊的外袍卷起来，将伊拍遮的河水就分开，两个人行点伫大地顶面，到伫河的另外一边。看到这项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咱嘛就自然会想到啥物？咱嘛就自然想到摩西迄当时啊，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。咱嘛会想到点伫约旦河捌发生过啥物？约旦河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过河了后，这个老师佫问啊：我要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以利沙讲即句话真特别。伊安怎讲？伊讲看下伊个吼，咱来看一个，求你将感动你的心加倍互我。伊讲即句话真重要。中文的翻译是：请将你的能力加倍赐互我，互我成做你的继承人。台语是安尼讲，感动你的心加倍互我。华语的意思是，求你互我得到你双倍的能力，互我成做你的继承人。老师对学生讲：你的要求真困难，毋过，若是当我受接要离开你的时阵，你若看到我，你就会得到；若无，你就得袂到。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如果咱期待要接咱的人会当赢过现在的咱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迄个接棒的过程，两个人爱做伙走。伊咧表明的是即件代志，咱定定讲啊，交互少年的，交互少年的，但是交互少年的是安怎？都无我的代志啊！点伫咱台湾，咱会安尼讲话是，我交互少年的，交互少年的，其实是咧推卸责任。咱若是期待未来比现在搁较好，咱需要做伙走。但是咱上大的问题是，交互少年的，交互少年的，咱都无想要插，一个是无想要插，一个是插伤济。伫迄个接棒的过程中间，无真正愿意去交出去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面对的是，每一个接棒了真水，每一个接棒了真好势，迄是上帝的恩典。以利亚对伊的学生以利沙，就是咧讲即件代志。你若是期待讲未来你会当得到双倍的快乐的时阵，上界重要的是，你爱看到我离开。咱两个人爱做伙跑走到伫人生的路尾站。因哪行哪讲，忽然间一个火车来到伊的面前，一阵光雷风将以利亚指上天。以利沙踮伫遐咧喊话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当伊咧喊话的时阵，是代表讲以色列老师赢过所有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。伊对以色列师傅的尊崇到伫安尼，伊赢过所有的战车甲马兵。煞接，伊都无阁看到伊的老师啊。但是留一个物件踮伫遐，以利亚的外袍踮伫遐。因都随时阁摕以利亚的外袍拍迄个约旦河的河水，结果阁发生啥物代志？共款水阁分开，伊阁对大地顶面行过去。以利亚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，正做以利沙所做的头一件神迹。上帝踮伫遮应允一件代志。伊要互接续的人双倍的快乐。伊咧讲的是，上帝对历史来看，
上帝是一个过去、现在到伫未来永远咧做工的上帝。所以当两个人做伙向前跑走的时阵，要接棒的人会当赢过过去所要发生的一切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工。传承是上帝的行动甲计划。每一个老师甲学生拢有这个做伙跑走的过程。若是无，咱就真困难了解过去到底捌发生啥物代志。所以当我讲新行义老师咧讲退休感言的时阵，我头壳内底开始咧想的到底是啥物咧？通常绝对袂是吼，老师捌上过啥物课？通常毋是伊捌教过啥物？通常是踮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怎样甲学生互动？怎样帮助学生成做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人？啊，这个模样会对的真捌。有当时啊是踮伫拍篮球的时阵，甲老师咧拍篮球的时阵，伫讲话的过程中间开始认捌。有当时啊是做伙咧开讲、做伙吟诗的时阵，那咧认捌。其实咱每一个人学习信仰拢是共款的。咱每一个人学习信仰，是因为咱对身躯边的人、对咱的前辈、对咱的父母开始认捌。侪人咧讲，咱怎样做后一代青年的工作？当长老教会失去侪青年的时阵，咱到底怎样面对青年的工作？青年的工作上界重要的是，踮伫少年人的生命中间，一定要有成人成做因的帮衬。这是所有咧做青少年工作的人得到的共识吼。都是青年事工，毋是交互一个少年人，互伊全部交互伊去处理，是真正要互后一代留伫教会中间。上界重要是，这个青年人至少要有2、3个大人愿意甲伊做伙走头前的路，伊才有可能继续留伫教会中间。这是咱咧思考青年事工的时阵真少去想到的，而且咱要有一个真明确的确定，就是青年事工毋是佚佗，主日学事工也毋是佚佗。咱咧做遮的服侍是陪伴咱的青年、咱的主日学成做啥物？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。咱有一个真明确的确认是，因来到伫教会中间，毋是来有人甲咱顾囡仔，因有来就好啊。来到伫教会的每一个囡仔甲青年，是爱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爱成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咱才有法度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水南教会的庄牧师迄摆踮伫受难日礼拜的讲道，受难周礼拜的讲道，带互咱真侪的感动。咱听到因分享，踮伫水南教会现在全部的会友100外个会友，大概70%-80%拢是青年人。啊，因的代志长老26岁，大家人听了真特别、真惊奇的时阵，其实因为我甲伊非常的熟悉，啊，伊也踮伫毕业典礼的时阵，伊毕业一个教牧博士。我咧读伊的论文，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青年的工作如果爱。咱期待教会的后一代会当不断有好的发展，会当继续成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因必须爱建立踮伫圣经，必须爱真正认真成做伊的门徒。所以庄牧师踮伫伊的论文内底，伊引用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。这个潘霍华伊讲青年工作有8个重点，8个重点来讨论到底咱要怎样陪伴咱的后一代继续跑走头前的路。所以伊就写这8点，就侪咱简单带大家来看。简单带大家来看，伊讲伊第一条，这潘霍华讲的第一条吼，
对青年运动的日子开始，伊教会的青年工作定欠缺一个基督徒重新受唤醒的元素。这个唤醒才是重点，就是教会的未来，毋是在伫青年人，是在伫主耶稣基督。所以青年人所需要做，毋是重新去起造教会，乃是爱好好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教会爱做，毋是去掠青年人，教会爱做是去教导并且宣讲上帝的话。这是潘霍华伊所讲的头一条。青年毋是来教会佚佗的，囡仔毋是来遮有人顾的。囡仔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头一点上介重要，因爱听上帝的话。青年事工爱听上帝的话。第二条，伊讲咱的问题毋是讲青年是啥物，青年有啥物权利，乃是教会是啥物。青年踮伫教会内面是啥物位置？伊咧讲的是，咱袂当将青年也是主日的事工当作是另外一个事工。这必须是全教会一体，咱是全教会一体的思考。所以对老人到中年到青年到囡仔，是做伙咧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第三条较长吼，伊所咧讲的是教会包括每一个已经受到上帝的主权，对死亡甲邪恶的主权中摕倒来遮的人民。所以伫教会内面的意思是啥物？头拄仔咧讲的是伫教会内面，伫教会内面的重点是踮伫基督内面。当咱今仔日来到伫教会时阵，咱是踮伫基督内面。踮伫基督内面，咱咧见证啥物？牺牲、见证悔改、愿意顺探伊的心意，学习真正团契的交通，这是伊所咧讲的意义。所以，毋是讲徛伫外面咧批判教会，伊讲本质是对教会的心腹，袂当对外面来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教会。教会是啥物？教会就是踮伫基督内面。每一个团契毋是分开的，每一个团契毋是分开的，毋是分开讲今仔日上年的团契、上好的团契、妇女的团契、家庭团契，也是咱小家庭团契、到青年团契，到每一个团契毋是分开的，咱是做伙踮伫基督内面，这才是踮伫教会内面。这是伊所讲的第三点，过来第四点，伊讲到足趣味，伊讲吼，教会需要搁置代沟问题，就是青年踮伫教会内底无有特别的特权，踮伫遮听学习以及活出上帝的话，拢是为了要做啥物？服侍教会。踮伫遮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无特权。踮伫遮，咱听上帝的话，做伙咧服侍，是为了要服侍整个的教会。所以无任何的事是我的，是规个教会是属伫基督的。第五条伊嘛强调哦，伊讲圣经相当严格咧审判青年。踮伫圣经遮个所在拢有咧记载。搁出来第六点。讲教会青年的工作的基础，只有可能踮伫5000个人讲洗礼的意义，以及互因听见上帝的话，成做唯一的目标。所以来到伫教会所爱分享的是咱领受洗礼，啥物意思？是爱分享咱每一个人是真实踮伫上帝的面前悔改，得到洗礼了后，咱活出新的生命。这是伊讲的第六条。第七条，伊讲青年有可能抗议因的长辈，但是这个抗议有意义，也是无意义，会对这后一代敢有愿意甲教会的愧疚连做一体。意思就是讲，青年当然会对教会有不满，会有热情，但是千万唔通袂记哩。青年
踮伫教会内面。咱无后一代的热情，这个社会袂进步；无后一代的批判，教会也袂进步。但是重点毋是徛伫边仔咧批判，重点是这个批判是我。所以当咱感觉讲教会无安怎，无做到啥物的时阵，上界重要的是啥物？我伫对。咱拢会讲教会安怎，长老教会安怎，但是重点是我到伫啥物所在，我怎样参与伫这中间？这是伊所讲的第7条，第8条就是无真正所谓啥物教会关联团体，只有教会那尔。意思就是无将特别的事工分出去，就是所有的团体拢是教会。教会的青年包括已经受洗的青年人，所以若是将这个事分出去的时阵，咱就是败坏咱的分裂教会。我读这个曾牧师咧引用这个部分的时阵，我感觉真趣味。大家人拢会想要去问，水拿教会恁怎样做到这个代志？大家人拢会想去问，为什么一间敢若一开始去敢若4个人的教会，到即马遮尔侪少年人？上大的问题会是，咱有当时啊伤过看轻后一代的教育。咱认为囡仔来教会就是来佚佗的，咱认为青年来遮对圣经无兴趣，咱就放弃真正好好教导圣经的机会，咱放弃咱家己正做服侍的模样，去带咱的后一代的机会。所以递教青年离开教会，所以徛伫这个传承的路口，咱必须重新爱来看，上帝点伫过去、现在，爱到伫未来，伊咧做啥物？咱拢点伫基督的内面。今仔日咱所有人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是点伫基督内面。点伫基督内面是怎样？咱是悔改认家己的罪，领受洗礼，互咱活出一个新的活命。所以今仔日的咱踮伫基督的内面，咱也学习咧做伙跑走头前的路。以利亚甲以利沙两个人的故事，就是一个老师带伊的学生做伙行。伫这个做伙行的过程中间，伊心内底也照这个学生的期待，伊期待伊的学生会当赢过伊所做，伊期待伊的学生会当赢过伊家己，但是这个要赢过伊家己，伊需要陪伴伊做伙行头前的路。今仔日咱期待啥物？要进入教会的120周年，咱期待啥物？有当时啊，咱会开始去问，过来咱会当安怎？照着这社会学家，照着这政治人物因所咧讲的，我感觉有一句话最重要的，就是留一个更较好的社会，互后一代；留一个更较好的台湾，互后一代；留一个更较好的教会，互后一代。这是咱每一个人爱派去的使命。每一个人拢爱留一间更较好的教会，互后一代。无论咱即马几岁，无论咱即马是年长的，也是中年、踮伫青年，也是甚至是囡仔，拢需要学习一件代志，留一个更较好的教会，互后一代。因为这个服侍的过程，咱会看见基督过去、现在到伫将来，伊一直咧工作。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徛伫传承的路口，浪潮有起有落，徛伫浪头看远远的所在的时阵，也将眼望放伫将来。传承有接，也有互人交棒的时阵，任务已经结束，听候
谢幕，接棒，责任使命，准备要向前，挺候新的浪潮，要创造一个新的高峰。徛伫传承的路口，回头看，看见人，看见事，看见物，是故事，是历史，累积真多会当爬搁较悬的金架头。向前看，无形要搬过有形，价值赢过成就。咱准备要向前行，乘风破浪，创造新的一页。咱是做伙向前咧跑走的，每一代咱做伙向前咧跑走，每一代的人，咱拢踮伫基督内面，这就是教会。踮伫这个传承的路口，咱要继续回应伊的呼召。咱要继续回应上帝的使命，留一个搁较好的教会，留一间搁较好的东门教会，留一个搁较好的台湾社会，予咱的后一代。请咱来看咱这首回应的信息，就着这首信息要成做咱的回应，愿主帮助咱，请咱坐咧吟转首。上帝是恒星紧错保护，只阿会减开嘅我路，挂名公关神的好声，祝福记好表好明听。所属我根的那个天，勇敢前进，起因求速度，心回答所在坚固，人不挂安心，高家团心。接近家心应，回头看下当初不告诉，历史累积从高峰，看尽无情半过休憩，给大家。过嘅成就，期盼出航星空破洞，团心所有命从信仰，三基上帝至尊我民，精神都。当地会我的心头，我归教会进心调，掌管修调无分是艰困，相助之间相保当在，是间讲述。咱同齐来祈祷，
主上帝当阮踮伫遮的时阵，阮每一个人承接阮信仰的长辈所留互阮的接力棒，互阮踮伫遮，阮三学习，三敬拜，阮也学习要将这个棒交互后一代。主啊，阮看见踮伫以利亚甲以利沙老师甲学生，因做伙跑走头前的路战，因所期待的是后一代会当赢过现在的这代。阮也期待通过阮逐人学习服侍你，学习踮伫基督的内面的时阵，阮会当做伙起造属于你的教会，留一个更较好的教会，互后一代；留一个更较好的台湾社会，互后一代。互阮正行顺顺，每一代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因会当看见上帝你的光，看见上帝你赏赐互阮逐人的愿望。愿主带阮向前，愿主带阮看见你的奥秘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请起立。请坐，咱做伙来看几项教会事工，甲大家做伙分享。咱圣经学堂踮伫线顶，咱读到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。后礼拜是步会周吼，咱会踮伫7月10号的主日第2堂礼拜后来召开中集会，所以请咱中集来伫伊遮的时间吼。咱踮伫7月9號的拜六下晡2點半，咱會舉行一個伊麗莎白照顧講堂。這個照顧講堂主要是回應咱教會歷史宣教的願景分享會。因為咱進入120週年，咱有一寡對歷史遐來，咱得到新的意向，期待會當咱兄弟姊妹分享。另外一件重要的代志是，咱這間禮拜堂要邁向建堂100年。
咱即间礼拜堂要迈向建堂100年，所以也有咧讨论，包括文化局有咧讨论，到底要立咱做古迹也无吼。啊，所以这会做伙做一个思考，就是咱要怎样保存踮伫遮捌发生过的代志，啊，也要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所以有想要了解也是要讨论的，踮伫7月初9下晡2点半，咱会当做伙来到伫教会中间，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，嘛来听教会历史宣教的故事。搁续来，咱7月到9月新港讲读经已经送来伫教会啊，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踮伫办公室遮来摕。啊，搁来咱踮伫拜五有举行德昌兄的个别礼拜，啊，今仔日德昌兄因的家庭有踮伫咱中间，要特别往咱致意吼。踮伫后壁遐特别往咱致意，请咱也继续关心的民主者啊，嘉清、嘉如甲长远因的家庭吼。好，请坐，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来纪念啊，愿上帝的疼，也围累踮伫因的家庭中间。好啊，今仔日咱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 Sarah 带来的朋友晨光吼，晨光在右手边这里，第一次头一摆来伫咱中间，咱做伙欢迎伊。好，我做以上安尼报告。这是咱做伙来临上元的诗386首，临时后请牧师来祝祷。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敬拜上帝，白行圣神，我都三基敬我上帝，赞名流传地高万世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当传承交互新的一代，互每一代踮伫遮写新的故事，真做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到讲台上那边来照相，照相。这个很好的纪念哦，这个很难得哦，等于是我们现实。